Hello，大家好，今次睇邂逅圍欄灣門一個兩房單位，總面積490尺，咁就向一個泳池景嘅單位，非常之企理，同埋裝修得唔錯噶。而家睇一睇翻呢個單位嘅裝修，咁你會見到呢，佢係一個長方形嘅設計，非常之見使。望翻出個景呢，會望到呢個泳池景啦，遠望呢都望到一個嘅日出康城景色。成個景色係非常之豐富噶。我哋而家睇翻廚房，廚房一個曲斜嘅設計，保養都係非常之新淨嘅。呢個係其中一間房，做咗雙人床，亦都非常之見使。你會見到成個單位保養得都係好新淨。依家我哋睇一睇翻洗手間，洗手間係原跡嘅設計，咁業主呢都係保養成個單位。做得都好好，同埋都係有窗設計。大家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隨時聯絡我一睇。